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搁再得到上帝的看顾保守，一礼拜后，咱搁伫遮见面。今仔是主的圣日，咱借着上帝话语，借着这圣事，咱伫遮三合来敬拜。虽然咱仍然无同的所在，有诶抑搁伫家庭当中。毋敢出门，无论你伫什么国家，还是什么地区，你有法能借着这个网顶来三合来敬拜上帝。愿主甲咱同在，愿圣灵工作伫咱的内面，来祝福这讲的人甲听的人，让阮同得到属灵的益处。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咱顶礼拜咱的菲律宾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真顺利的通过，无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故拢真顺利。感谢主，咱祈祷当中，愿上帝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新的领导人。有聪明智慧，有这个公义的心，有这个敬畏上帝的心，人来带领这个国家。感谢主的恩典，咱最近可能因为开放有真侪人三合接触真多，所以疫情小可较悬淡薄。但是咱也得搁小心，人毋通伤大意。因为咱这无小心伤大意的时阵，有人就去感染着病毒，所以求主来保守咱。咱继续的为着伫病痛当中的人来祈祷，为着遐个工作有问题或者生理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来为因来祈祷，互因有聪明智慧，得到上帝恩典，当来继续因的工作。甲因的胜利，求神甲因同在，祝福因。咱这个是三甲亚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今仔日，阮阁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主你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借着你宝贝的话语，当来鼓励阮有信心，互阮伫困难当中，靠主的恩典来得胜。主啊，你知影阮每一个人各人有无同的需要求主你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帮助阮，来勉励阮。无论伫心灵顶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拢求上帝来恩待、来带领、来祝福。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头前，有个人也搁伫各种的困难当中，无论伊伫什么国家、伫什么所在，听到你的福音，听到你的道理，心灵得到坚固，求信心坚强来跟在主的脚步。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一切失恋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我必须告诉全告诉耶稣，为主知我心安慰帮助。我一切忧愁全告诉耶稣，他是我良友，
心中是相助倾吐，我必须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受诱惑试探，更需要救助，助我决意难，带我中福，必告诉耶稣，必告诉耶稣，为他分愁烦，关怀垂顾，我必须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相助倾吐，我必须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我必须全告诉耶稣，将我心中事相助倾吐，我必须全告诉耶稣，为主治我心，安慰帮助。感谢主的恩典。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全跟耶稣讲，全告诉耶稣》。咱每一个人信主了后，少少有一件困难的问题咧试炼咱，有一件重担，有一件担忧，一件关怀。咱有跩担心的时阵，有烦恼的时阵，咱就将咱的重担跟耶稣讲，全告诉耶稣，全部跟耶稣讲，因为耶稣是听基督的主。伊知影咱的痛苦、咱的重担、咱的惊吓，所以咱将咱的重担跟耶稣讲，因为伊顾念咱。感谢主的恩典，有一位在听咱的主，甲咱同在，咱就免惊。一礼拜以前，我徛的所在附近大概1公里左右，有一股真奇怪的风吹来到这个城市内面带着这个真大的雨，然后迄阵风湿的风乌云还是掺着一间怀粪扫还是暗脏的，这样踮涂骹直直湿，向上直直湿真悬所以踮远头你会看到。个湿的风真厉害连阮伫1公里左右的感觉，这层楼有咧长筒咧吊，有真侪在广告牌去爬来爬去，所以这城市的人毋捌拄着即款的代志真少见着几十年毋捌看到遮大的一股种个湿的风还是旋风。所以有人听到、看到，真惊。伫咱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是拄着忽然间来的、毋捌拄着的一个暴风雨互咱应付袂得，咱真惊吓。为什么呢？咱毋捌拄着，毋捌应付着。那在暴风雨来的时阵咱要怎样呢？可能咱个人、咱的家庭、咱的工作，甚至教会，可能也是拄着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咱感谢主，主伫咱的边头，咱将咱这一切问题，跟耶稣讲，因为伊是听基督的主。伫圣经内面有一间教会，也捌拄着问题。这间教会就是哥罗西教会。因即间教会成立无偌久，抑阁是一间真年轻的教会，但是因教会虽然有一间好的所属灵的优点
但是因教会后来也是拄着一间异端邪说进入到因教会当中。有人啊就去报告给保罗，保罗虽然头一摆掠去伫罗马去关呢，伫软禁的时阵，有人去报告保罗这个消息，这间教会问题，保罗就常常为因祈祷，并且写批一本这歌罗西书啊，来鼓励、来安慰、来指点来警戒这间教会的问题。所以今仔日咱的题目就是什么呢？就是伫风雨当中为风雨当中教会来祈祷为着伫风雨中的教会祈祷。那这个歌罗西的地理情况叫教会的建立咱知影有一个所在叫做小亚细亚。伫倒落咧，就是伫耶路撒冷向顶骹偏左还是偏西有一个所在，叫做小亚细亚。今仔日是叫做土耳其。这个土耳其一块地伫向西边，淡薄向南边一搭有一座城叫做以弗所。伫以弗所教会会向下骹落来，大概有100英里左右这个所在叫做歌罗西，这个小城市。这个歌罗西顶摆是有一个商业城市因主要出产的是迄个乌的羊毛去卖去别个所在。但是到保罗的时代歌罗西这个小城市渐渐的衰落去了较无繁荣了那么这间教会的成立，毋是保罗所建立的。保罗曾经伫这个歌罗西以上迄间教会以弗所。迄间教会伫遐传道，大概有3年左右。伊逐日伫遐传福音，后来受到反对，后来就伫这个推拉奴这个学堂讲道辩论大概有3年左右伫迄个所在，伫亚细亚，所以。小亚细亚迄个全境迄带居民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尼尼人希腊人拢听着主的道理。虽然保罗无落去到歌罗西，但是歌罗西人走去听保罗的传道，所以有会信主咯。其中一个叫做以巴弗就是听着保罗会讲道，然后信福音，后来就我倒去伊的家乡，这个歌罗西就得福音，伊就伫迄个所在呢继续传道来建立这间教会那么后来呢，这间教会因为是建立无偌久，受到这个异端的攻击。所以这位兄弟叫做以巴弗，就走去罗马，讲保罗讲到因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有3个问题，这关于属灵的代志问题。保罗真关心，为因常常祈祷，并且写批信，叫人带去互因。所以才有今仔日这本歌罗西书这件这本册这本书信。那么歌罗西教会因到底拄着什么问题呢？有3个问题，3个方向，3个方面。头一个呢是受到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Gnosticism 就是灵知派。那么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因的思想主要是建立伫叫做能源论的基础顶呢。什么叫做能源论呢？就是讲到这个世界分做物质到这个灵界，属物质的甲属灵界的物件。所以因这个学说因认为这人一个纯洁的灵魂，但是这个纯洁的灵魂和这个物质世界玷污了，意思就是拍暗针咯，受污染了。所以咱人类的救恩就需要用各款的奥秘的知识，叫这个仪式来操练人的灵魂，才有法通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无好的影响，才有法通活到上帝的丰盛的内面，才有法通得救。所以因的学说是安尼但是呢，这个异端因就特别提高叫知识的地位，这知识真重要。咱既然受到物质的污染所以咱的思想、咱的知识就提高真看重这个知识的地位因认为说人智慧就学习因所讲的这个知识因所发明的这个知识若无安尼呢，人就无法通得救。所以因就将这个知识看作得救的条件啦。你无遮因所发明的遮知识呢，所以恁仍然被这个物质来污染去咯。所以你就学习因所提供的一个知识若无就袂得救。所以因将这个知识看作得救的条件。你若要得救因认为说要学习因的遮知识所以因所提供的这款的思想是错误的。结果来当因将这个物质看作真大的罪恶的时阵所以伊就感觉说这个物质无重要了但是因就不知不觉的就经历到什么苦受就是苦待肉体的生活啦，就是虐待家己伫遐走去一个人走去伫山顶伫遐念，叫这个群众隔离的生活，伫遐咧苦练变做什么 ascetic life 甚至反倒当这方面因是苦受家己对待肉体苦受家己虐待家己的这个身躯但是行极端的时阵反倒放纵因的肉体的生活，变做真放荡淫乱过迄款放荡佮淫乱的生活咯，就是规个人就放纵肉体咯叫人的性乱来咯。所以呢，保罗就写批讲这间教会讲真正的知识甲丰盛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因为伊伫哥罗西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是因为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点伫耶稣基督内面咯，所以恁伫耶稣内面也得到咱丰盛的生命因为伊是各款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伊将耶稣基督是比世上任何的知识执政甚至执政掌权的人佫较悬佫较有权能所以人袂做咧看轻教会袂用看轻耶稣基督的一款的救赎的恩典伫耶稣内面有真正的丰盛毋是入去这个Gnosticism
即个信仰内面啊，在因的思想内面啊，受因无好的影响，反倒放纵情欲，若是苦待家己啊，虐待家己的身躯啊，到即个真偏远的所在去苦受、去修炼啊，另外一方面行极端就是放纵因的情欲咯，啊，因放纵因的肉体咯，真放荡啊，真淫乱的生活。所以这是真危险的。啊，第二个问题，因教会拄着的问题是啥物啊？是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主义的问题。咱知当时的犹太人啊，信了主耶稣，因也是着因信称义啊。外邦人同样也是因信称义啊。外邦人也信主是因信称义，这个福音啊。但是有一般的犹太人进入到教会内面啊，强调什么呢？强调外邦人因信了耶稣，一定就看哪只，就算正做犹太人啊，犹太人条件是什么呢？就割礼啊，割礼就是旧约要进入到因的迄个约内面必须得有割礼，要正做这个犹太人啊，就割礼啊。割礼就是将迄个包皮男性的迄个包皮给割起来，一定着做安尼，才有法通食做因才会得救啊。所以若是即款的情形呢，所以咱相信的福音，相信的福音的真理是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心啊，上帝称呼食做义人啊，才会得救啊。若是按照犹太人的这款律法主义呢，就变做什么啊？就是靠着行为得救了。这个是保罗所反对，也是这个无下救恩的真理的。因为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安尼讲：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是出于家己，乃是上帝所赏赐的。毋是靠着行为，毋是靠着肉体啊，做什么？乃是神所赏赐的恩典。所以凭着信心啊，靠着神的恩典，人就得救。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教会哥罗西教会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东方的神秘主义 （Oriental Mysticism）。东方的神秘主义，这东方的神秘主义，这异端啊，因未明白教会是上帝啊，伫上帝面前真崇高的地位，教会是伫神的面头前也是真悬的地位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你教会也是基督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个头啊，是元首啊，所以咱袂做咧看轻这个教会的地位，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每一个信徒就是这个身体内面的肢体啊，各部门的肢体啊，所以就看重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写批啊，托这间教会啊，强调什么呢？基督有超越性的地位，伫基督内面啊，有一切的丰盛，有法通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咱啊，伫基督内面是一无所缺。因着神一切的丰盛，拢是伫基督内面。所以伊是基督有一切的智慧甲知识。所以咱无需要伫基督耶稣以外内面去找别物的救恩，还是什么知识或者是什么神秘的经历啊，咱才有法通得救啊。所以伫耶稣基督内面，信心就够额，靠着伊的上帝恩典。咱无过伫信心以外就加添什么行为咯。还是奇奇怪怪的一家经历来得救，
无需要全的，靠着耶稣的这个拯救恩典，咱才有法通得救。所以咱呢，若清清楚楚的知影耶稣基督是谁啊，伊为什么来到世界，伊的工作是什么，咱若清楚这两点，就有法通对付这异端的方法了。所以保罗鼓励歌罗西的信徒，歌罗西1章第23节安尼讲：只要恁伫所信的道理顶面啊，着有恒心啊，基础着稳固，着坚定不移啊，就袂抵到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保罗鼓励教会，咱伫真道顶面着恒心追求，叫根基着稳固，坚定不移。咱的根基若无稳固啊，就容易受到怀异端邪说的欺骗，带咱毋对的道路。所以圣经的道理啊，咱着恒心去追求，着扎根，咱才袂受到欺骗。所以咱伫教会工作顶面啊，带人信主了后，也着要栽培伫真道顶面啊，着坚固。第10节，歌罗西1章10节安尼讲：好叫恁啊，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着望伊来欢喜。伫一切善事顶面着结果子，渐渐会做知影上帝。第3章1节2节佫讲：所以恁啊，若真是甲基督一同复活，就着求顶面的代志伫遐有耶稣基督坐伫神的正边啊，咧为咱祈祷。所以恁着思念顶面的代志，毋通思念这个地顶的代志。所以这是保罗对咱的鼓励。那么保罗呢，因着有兄弟对这个歌罗西来报告教会问题，保罗才有机会通来为因来祈祷写这封信来勉励咱伫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啥物。咱有主耶稣基督是诚做咱福音的碗口，咱信靠伊就得救，无需要其他的或奇奇怪怪的跩道理，奇奇怪怪的跩异端邪说来破坏这个真理所以咱信徒应该着小心。那保罗就写批了，写这张批咱今仔日要对第1节到第14节内面伊开始第1节、第2节保罗逐摆有这个问安问好问安的最开始，伊讲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甲提摩太兄弟写批予歌罗西的圣徒，愿恩惠伫基督内有忠心的兄弟写批予这圣徒伫基督内面有忠心的这兄弟愿恩惠甲平安对咱的爸归乎恁。保罗当写批有至少有4本册要写批逐摆加天上提摩太提摩太，叫做联名的书信。我甲提摩太写批讨论什么？并毋是说提摩太参加写批内面有什么意见，乃是提摩太同意保罗的鼓励，保罗所写的内容即搭特别讲到愿神的恩惠甲平安愿神的恩惠甲平安这个也是真重要愿神的恩惠甲平安归乎恁
恩惠是啥物啊？恩惠是上帝想赐托罪人白的怜悯啊，是咱喜乐的来源啊，也是平安的来源啊。一个人会罪啊，得救咯，得到赦免咯。上帝恩典内面，咱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救，咱才有迄个真正的平安。所以愿恩惠平安先有恩惠，然后才有平安这个罪得到赦免了后，人才有真正的平安。人的罪若未得到赦免呢，无真正的平安。所以这平安也是上帝所赏赐来的。所以这个恩惠是平安的来源啊。人虽有恩惠，咱才有平安。平安呢是这个恩惠的结子啊，所以咱为什么有平安呢？乃是因为上帝恩惠赦免咱咱得到救了，咱才有法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一个人伫神内面来得到恩惠甲神的平安呢，才是一个真正蒙恩蒙福的人。保罗刷落去，佫讲到感恩的代志感恩。第1节到第8节讲，伊说：阮感谢神，咱的主耶稣基督，被常常为恁来祈祷保罗常常为着教会，为着主咱兄弟姊妹祈祷。毋知咱不安尼做，伫咱的祈祷生活内面，是毋是常常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甚至为着教会来祈祷呢？第4节佫讲，因着听到恁伫基督耶稣内的信心，并且向圣徒其他的基督徒啦所显出来的听心，直到有讲到这间教会有信心，并且因有听心，有爱心第5节是为怀互恁存伫天顶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恁从前伫福音真理的道理顶面所听到的。这福音传到恁遐，也传到普天的，并且有法人增长结果子或者是结果子增长如同伫恁中间自从恁听见了这个福音，这个真知影神的恩惠的日子一样，正亲像恁对阮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习的以巴弗就是因教会的兄弟伊为着咱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所以这个以巴弗是因教会当中一个忠心的执事保罗因来感谢为着别人有听心，别人有信心来感恩毋知影咱捌为着别人来感恩无？咱可能有时真爱挑别人的毋对看到小可毋对，咱就伫遐讲真侪话挑起会去因的毋对。咱真少说为着别人的代志来感恩。咱看到某一个兄弟、某一个姊妹有真有恩赐服侍主为主结果子有听心、有信心，咱是毋是伫祈祷当中来为因祈祷求神特别来保守因，互因袂骄傲，互因谦卑，互因更较为主来做工来服侍主、荣耀主呢？咱是毋是捌为着因来祈祷呢？来感恩呢？保罗讲说，我常常为恁来祈祷。常常的意思是啥物？是有负责任的，毋是应付的敷衍的，乃是咱也常常为人来祈祷，为教会来祈祷，就看出咱是听主、听教会、听兄弟姊妹关怀因
才有法人常常为因祈祷。所以这个咱应该着感谢主佫说落去呢，就是保罗为着哥罗西教会呢因为好诶属灵诶情形来感谢上帝，表示伊毋是一个出于伊诶功劳才来感谢主有时咱说我对即间教会还是做了真侪代志呢，所以我为上帝来感恩着，但是毋是因为我标榜我家己所以这是咱着小心。保罗伊无伫即间教会传福音，乃是别人听到伊咧传福音，才去即个所在哥罗西去传福音，才有即间教会。所以保罗为着因有好诶见证，所以因才保罗来为着因来感谢主保罗诶感谢，毋是因着伊得到别人诶益处别人得到别人诶恩典，咱来感谢伊这互咱看出啥物保罗乃是为着别人伫灵性诶进步来感恩所以互咱一个教训说，咱毋是做一个常常得到恩典诶人毋是要做一个常常接受别人诶好处诶人，咱也是要做，搁较着做一个施恩诶人。施恩诶人就是互人得到恩典诶人。所以感谢诶祈祷是服侍上帝诶一个基础，是一切工作就以这个感谢诶祈祷来做开始，咱才有可能搁较望上帝诶悦纳保罗有一搭有讲到信心甲听心，也佫有讲到啥物呢？讲到这个盼望，伊说是为着恁互恁存伫天顶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恁从前伫福音真理的道理顶面所听见的盼望。所以保罗讲到三项，这间教会有信心、有听心、有盼望。信心是对上听心是对上这个盼望是对上人呢。信心是对神咱就有信心；对人呢，咱就有听心；对家己呢，就有盼望，将来的盼望。咱因为知影有一个盼望，所以咱活伫这个世上的时节咱虽然会拄着困难问题，但是因为咱有盼望，咱才有法能忍受这艰苦。因为这艰苦、这重担是暂时的，将来等到的是盼望，是荣耀，是赏赐。所以咱应该着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信心是基督耶稣，是信心的源头只有咱活伫基督内面的人才有迄个真实的信心当时呢，咱如认不主耶稣基督，所以咱就如有信心；咱认不如少，咱就如信心如少。因为当咱伫基督内面对耶稣的信心如深，认不如做的时节咱认不上帝如做，认不基督如做的时节，咱的信心会增加。所以信心必须着甲这个听心就有平衡啦。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伫信心甲听心顶面平衡。咱对神就有信心，对人就有听心。所以凡也是真实的向神有信心的人，也是有的确会向在门徒其他的信徒来显出因的听心。所以一个人对上帝若无信心，伊要怎样来向人来显出听心呢？说落去，这个盼望，这个世界
可能会反对咱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世间人可能也是对咱会轻看咱对别人的信心、会听心，但是呢，咱毋是看到别人怎样看待咱偌侪信心，还是偌侪听心，咱只要怎样呢？咱心内有迄个盼望啊！别人看咱知无重要，甚至咱伫苦难当中咱因为有迄个盼望，咱就法能忍受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最后呢，就法能超越这困难来得胜。所以这个盼望呢，伫咱的生命内面呢，是一股真大的力量。因为有这个盼望呢，咱就有法能忍受，咱才有迄个能耐，咱才有法能伫咱的心中有迄个真正的平安，就看清这痛苦、这重担。因为听候咱的是荣耀，是将来的盼望，甲将来的成事，甲上帝永远的国度。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咱有信，也有听，也有盼望，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第6节呢，伊说这福音传到恁遐，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结果子庄中，亲像伫恁中间自从恁听见这个福音真知影神的恩惠的日子一样。直到讲到什么呢？直到有讲到3点伊讲到什么？头一点伊说福音也传到普天下，福音传到恁遐恁信咯。但是这个福音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结果子，并且会庄重。凡那是有生命的，的确会结果子，或者会成长，会开花结果。所以福音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伊有法能传到普天下去。这个普天下传到普天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愈传愈远，愈讲愈多人相信，传到普天下。所以这个福音呢，毋是北京人，毋是西方人的专利品这福音是各单上帝为着在北京人，为着在西方人来设立的，毋是为着普天下的人所共有的、三甲有的。福音是为着西方人，也为着亚洲人，为着黄种人，也是为着乌种人，为着全世界的人。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伊独生子耶稣赐托因。所以因为上帝的爱是全世界，是逐款的民族、逐款的皮肤色的人，所以这个福音借着因来传到普天下，并且会结果有成长。所以会成长的是证明这个第2点福音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这樟树会成长，会开花结果子，有生命力的。福音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才有法能开花结果子。保罗安尼讲，伫罗马书1章16节安尼讲，我无以福音当作见笑的代志，因为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呢，福音无论传到什么所在，人的心就得到改变。福音行到到这个社会顶面，这个社会得到改变。所以福音就用这个生命的见证，人生命的改变。顶边是歹人，顶边是乌社会人，信主了后改变了；顶边是歹人的，即阵是救人的，因为生命改变了。顶边是受训，现在是满心有听
生命的改变啊。所以福音啊，也是要用这个生命的见证来发挥了这个福音，才有法能结果子，有法能增长效果。所以咱常常看到福音传教的所在啊，真侪无好的人啊，信主得救了，这就因为见证讲互人听的时阵，因也是得着啊。亲像保罗，伊说伊顶摆，伊是这个罪愧，是这个大歹人啊，但是因着福音，伊改变了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来说落去。第8节讲说也将恁因着圣灵所存的听心共我讲，所以这个以巴弗啊，将这间教会的一件代志个一件代志，甲伊讲，伊讲因有听心因为圣灵所存的听心，甲恁讲所以。无属灵生命的人无有真正的听心啊！因为信主了后，圣灵伫咱的内面，咱才有迄个真正的听心表现出来。所以圣灵是信徒一切听心的根源啊！这个人若如何圣灵洁净，如何圣灵充满的人，才如有听心伊的信心也会加添。所以因着圣灵，圣经讲罗马书5章5节讲，因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伫咱的心内。所以圣灵将神的爱来给灌伫咱的内面，咱这个信主的人才有听心咯。若无圣灵的工作，那么咱就袂晓听咯，只晓听家己咯，袂晓听别人咯。所以圣灵的工作来浇灌伫咱的内面，咱才学习到这个听。所以以巴弗将这个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来讲这个保罗讲啊。所以保罗听去了后，哎呀，真伤心，所以伊就祈祷，因真关心，是逐摆常常祈祷，并且写批来鼓励因。咱今仔日。才有法能得到这个哥罗西书，到今仔日信徒也阁得到帮助。可见啊，因为有人来共保罗来沟通的时阵，讲到教会问题，所以圣徒彼此间的来往甲沟通真重要。因为咱彼此间信徒彼此当中的来往甲报告情况是伫咱服侍当中。教会的进步真重要，因为借着这项咱可能引发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这个精神提升，彼此的得到益处，使教会增长，来得到上帝的欢喜所以这个彼此的沟通关怀是真重要。是真重要的。来，保罗伊就为着这间教会因为听到这间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为着迄个异端的影响，为着迄个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的影响，为着西藏的这个神秘东方的神秘主义。会影响教会的信仰，所以保罗就为因祈祷。所以伫第9节到第14节内面保罗一共来为着几项的代志，为着差不多8项的代志来为这间教会来祈祷头一项是啥物呢？保罗的祈祷是互恁知影神的旨意。保罗讲，因此咱自从听见恁的这消息了后也就为恁无停的祈祷愿恁伫一切的属灵的智慧顶甲悟性顶面，
满心知影神的旨意。所以教会还是个人啊，满心知影神的旨意真重要。咱若无知影神的旨意，就做一个糊涂的神的行礼。所以咱就知影神的旨意。第二项，行事为人啊，对得起主啊。咱做人做代志啊，得对得起上帝，对得起咱的主。所以第10节讲的一些，好叫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伫人的面头前啊，对得起人；伫神的面头前对得起主。意思是咱的行为啊，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也对得起人。第3点，为什么祈祷呢？凡事蒙主的欢喜凡事蒙主的喜悦这是真重要毋是咱要做什么代志，毋是要讨人的欢喜，做得重要是毋是神有欢喜？咱若讨人的欢喜，上帝若无欢喜，无当用若讨神的欢喜就安全咯。若讨人的欢喜，有时会行错路，行毋着道路，可能会犯罪，所以真危险。所以咱着凡事是逐项代志，着讨神的欢喜。第4点的祈祷，伫一切善事顶面有结果子。咱做真侪好代志，来叫因会结果子，所以着用神益人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所以这是第4点，保罗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祈祷，伫一切好代志顶面结果子。第5点呢，渐渐侪知影神会假使侪知影神渐渐多知道神这个人如知影侪知影神呢，愈亲近神，信心愈会增加，灵性愈会进步。这个人少知影，就少会进步；侪知影，侪进步。感谢主甲主更较亲近。第6点，互咱的力上加力，说照着荣耀的权能得以伫逐项的代志顶面力上加力。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就加添互咱力量。圣灵伫咱的内面，咱像一股的活水直冲出来，咱内面满着喜乐，满有力量，为主做工愈有力量因为圣灵伫咱的内面做工，所以加添咱做工的力量，生命力量，咱才有法人借着这个力量为主做工去影响别人，这是圣灵的工作。第7凡事着宽容圣经安尼讲，好叫恁伫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甲宽容，互咱伫为主做工的时阵，带着快乐的心情。咱伫苦难当中的时阵，互咱吞忍，有法人停调起来，有法人拄起来咱别人的反对当中，咱有法人宽容，咱着忍耐，包容别人对咱的敌意所以上帝保罗为着教会有凡事宽容来祈祷。第8点就是常存感恩的心伊说保罗为着因的这间教会得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感恩又搁感恩神，叫恁有法人甲正信徒伫光明当中得到基业感谢神，感谢就是感谢天父，因为这间教会有真多有一个听心信心，叫一个好的情形，属灵的情形，有好的见证的时阵因就有资格伫甲其他的信徒伫光明正大当中你得到上帝的这个基业，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咱就学习感恩第13节伊讲救难
救了咱脱离黑暗的势力，将咱牵到行入的国度内面。咱每一个人常常伫地顶会搬厝，或者是对这个国家去徙去别个国家，踮咱伫本国徙去别个国。咱信主了，咱本来未信主是行伫黑暗的势力内面啊，但是咱信主了后，是将咱迁到神听见的国度，就是迁到基督的国内面啊，天国内面啊。所以咱信主得救了后，乃是属灵界这个大搬家徙厝啊，咱对担了后，无受到黑暗势力来管辖咱。所以信徒，咱信主了后，咱就迄个权柄，将来有一日，咱要迁到神的国度内面，伫基督内面咱有内心有耶稣基督的做王做主，伊来掌管咱的生命，所以凡那是无离开这黑暗的行为的人就是因实际顶面也阁活伫黑暗当中，毋是伫光明当中。所以这个人若无离开罪恶凡在行伫罪恶当中就是行伫黑暗当中。所以这个真正得救人是离开了黑暗，行入光明啊！伊所做所想，皆是光明的。所以第14节讲说，咱伫爱子内面得蒙救赎，罪过得到赦免，这是主特别的拯救说就是这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叫这个罪人信主了后，蒙恩得救了后，罪就得到赦免。咱就借着听见耶稣基督用生命叫保惠，将咱对罪恶当中买赎过来，互咱来入到上帝的国度内面，咱归互上帝。所以凡信主的人是因着信来称义，做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祝福甲盼望，有上帝永远甲咱同在。要得神永永远远的丰盛甲荣耀，这做咱的基业，咱感谢上帝。所以最后呢，来鼓励兄弟姊妹，就是说，哥罗西教会虽然有真好的一间好的见证甲结子，但是撒旦魔鬼也是伫教会当中兴风作浪，意思就是要破坏教会、破坏上帝的工作。所以咱特别要小心。所以咱毋通大意，因为魔鬼一直遐伫咧观察、伫咧看，想要破坏咱，找机会破坏咱。所以咱彼此兄弟姊妹要有彼此沟通彼此知影各人的问题咱来为每一个信徒祈祷，也为着教会兄弟祈祷。特别是传道人，是魔鬼撒旦所破坏的对象、攻击的对象，所以做就为着神的仆人、使女来祈祷。因为魔鬼惊在神的仆人忠心的为主做工，带真侪人归向主，但伊毋甘心所以伊就要破坏，魔鬼就要破坏。所以咱为着教会的在中级在传道人兄弟姊妹，在基督徒的领袖，特别为因祈祷。因若有好的所在，咱为因感谢主，鼓励彼此鼓励。若看到有危险的时阵，咱就为因祈祷，互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咱现在的教会现在这个世界顶面的教会拄着各款的困难，拄着在病毒的攻击，拄着在异端邪说的攻击，叫在假信徒、假先生咱着预防，
并且咱兄弟姊妹就彼此交往交通，才会知影咱现在教会的情形是啥物，才有法咱实实际际通来为着兄弟姊妹甲教会来祈祷甲帮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听到今仔日的信息了后你是毋是知影伫兄弟姊妹当中，或者伫各教会的情形来，你是毋是愿意将因的问题，还是将因的重担来诚做你祈祷参与伫你的祈祷内面呢？为因来敬声，为因来感谢，为因来祈祷，愿主祝福咱是教会，世界每一间属上帝的教会，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是头，咱是伊的肢体，都彼此关系。这个所在疼，其他所在就会疼；这个所在突轮，咱规身就袂爽。相款，咱伫教会当中也是相款，生命互通，咱是生命互通的这个团体。一个人得到荣耀，大家得到荣耀；一个人受亏损，大家人受亏损。所以咱彼此带祷。所以今仔日的信息伫风雨当中，为着伫风雨当中的教会，就是兄弟姊妹来带祷。你愿意做这项代志也无呢？三个阿头，亲爱的主阮听到保罗的信息了后，互阮感觉真亏欠。保罗这会听到教会当中跩兄弟姊妹有好的情形，有为主来结果子，伊就感恩，为着因来感谢上帝，并且为因来敬声。但是若听到教会出了问题，属灵的挣扎，叫魔鬼的破坏，也是特别的写批，佮常常为因来祈祷。这是阮应该学习的。上帝阮现在伫这个新的这个世代当中，教会甲信徒拢会拄着真侪试探，拢侪魔鬼的攻击，甲社会黑暗社会的影响。所以求主你特别来保守阮，来互阮做这个上帝的儿女，伫彼此关心，彼此来带祷，彼此来担当，彼此来关顾。求上帝祝福你的教会，伫到主国再来的日子，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